今日唔講財經啦，我想講下理想。呢個 podcast 就比較適合你瞓覺之前聽住嚟瞓嘅，聽下聽下你就瞓得着噶啦。如果你係正常咁樣生活呢，你就 save 低呢條片，今晚瞓覺嘅時候先再聽啦。周星馳有句說話叫做：人如果冇理想，你同鹹魚有乜分別？但係我想講，好多人嘅人生其實冇理想嘅，真係完全冇問題嘅。你係唔需要因為冇理想而感到內疚、感到自責。講翻點解會講呢個題目啦。我呢度本來呢就講啲財務自由啊，點樣搵錢嘅。咁但係其實呢，好多時候啲人講財務自由背後嘅目的係乜嘢呢？你可以選擇你喜歡做嘅嘢，因為財務自由之後你就買翻自己嘅時間。咁但係究竟乜嘢係你所想做嘅嘢呢？究竟你有冇你想做嘅事情呢？有啲人最想做嘅嘢可能就係返工，即係黎山咁樣，佢最想做嘅嘢就係返工，好可能係因為佢喺工作之中揾到佢嘅人生嘅意義，就並唔係佢真係勞性重，佢真係好中意返工，唔係，應該係佢真係好中意返工。但係佢中意返工唔係因為佢中意錢，唔係因為返工帶到俾佢嘅金錢嘅利益，而好可能係返工俾到佢嘅滿足感，就係佢嘅理想，或者佢嘅工作就係佢理想中嘅工作，佢喜歡做嗰樣嘢，就算冇錢可能佢都中意做嘅。咁當然啦，人生存喺呢個世界係需要有錢有資源先可以活着噶嘛，咁所以你叫佢做義工，佢又未必能夠做，即係唔係佢唔肯啊，係佢生存唔到啊嘛。而點解我講冇理想係冇問題嘅呢？因為呢，我哋人類喺你出世嘅時候係冇一個目的嘅，你唔似得例如一個電飯煲咁，佢嘅存在就係為咗幫人煲飯，佢都係為咗呢個目的而生產出嚟。但係人呢，你出現喺呢個世界嘅目的係咩啊？你有冇使用說明書教你話你聽你要做啲乜？係冇噶。但係嗱，你又唔好咁開心住。呢個世界有樣嘢好恐怖嘅，就係其實你並唔係冇理想，只係你心入邊曾經有過嗰團火，因為你返工，你要搵食，你可能要滿足身邊嘅人對你嘅期望，例如你父母、你同輩或者你同事對你嘅期望，監生將你現實呢團火熄滅咗佢。等到時間過咗啦，機會就冇啦，你先發現有啲嘢錯過咗，一世都返唔到嚟啊！我平時返工呢，會有啲學生嚟做實習嘅，我就經常都會同啲學生講同一套真心話。我會話呢個社會呢，好扯嘅，人人都叫你向錢看，但係喺你畢業同埋做嘢之間，希望你有一段時間好好諗下，你有冇理想要去追求？如果你有，千祈唔好放棄，一定要喺返工搵錢之前嘗試下追夢，因為人生有一個好殘酷嘅設定，叫做時間嘅不對稱性。錢你今年搵唔夠，出年可以搵返。但係某個特定嘅年紀嘅衝動，你雙眼裏面嘅火花過咗，就永遠都返唔到嚟啦。你可能會問，但係我真係唔知自己有乜理想，點樣可以諗到呢？呢個時候我就想借用 The Life Cafe 生命咖啡館呢本書上面其中有3個問自己嘅問題，可以幫你探討你嘅理想。第一個問題，你點解喺度啊？呢個問題呢，喺度唔係講緊你呢一刻嘅位置，你可以解做你點解存在喺呢個世界，你點解做緊呢份工，你點解做緊你而家嘅嘢，點解你喺呢間大學，
當你深思呢個問題嘅時候，你就會發覺我哋大多數人過嘅生活係靠慣性，而唔係靠選擇。如果唔考慮錢，唔考慮面，社會壓力，可能父母嘅期望，全部嘢唔考慮，乜嘢嘢能夠令到你有熱情，覺得此生不虛呢？要好好諗呢樣嘢，你先有機會諗到你嘅理想，你嘅目的。然後第二個問題就係你害怕死亡嗎？嗱，呢個問題呢，唔係真係問你驚唔驚死，我相信只要係有生命嘅人，有生命嘅物種呢，都應該要驚死嘅。咁但係呢度所講問你害怕死亡嗎？唔係探討恐懼死亡呢個生理現象，而係探討遺憾。我哋害怕死亡，背後仲有一樣嘢要害怕。我哋害怕死亡嘅原因之一，就係你就有好多想做嘅嘢未做。你要好好思考下，你有啲咩喺死之前好想做，但係你未做呢？呢個問題就係用呢個方法嚟到幫你諗，你背後會唔會有一個你已經遺忘咗嘅理想？然後第三個問題就係你滿唔滿意而家嘅生活啊？如果你好滿意，咁好可能你係做緊你所理想嘅嘢，你揾到你嘅人生意義。但係如果你唔滿意，當你好認真諗呢個問題嘅時候，你發覺你唔滿意，你可能會諗你別無選擇啦，你冇得揀，你仲要生活。但係當你發覺你並不滿意現在嘅生活，你可以確定你而家嘅人生並不是你所想嘅。好啦，咁講到人常見嘅一啲理想啦，其實呢，唔一定要改變世界啊，發明一啲嘢，唔需要話改變全世界，或者係流芳百世咁樣嘅。有啲人嘅理想可能就係簡簡單單生活，隱姓埋名啦，可能係例如結婚生小朋友，生一兩個，然後去某啲自己喜歡嘅國家就安享晚年，可以簡單到咁樣。亦都可以係一啲職業，可能例如你想做一個廚師，想做醫生，希望幫到人。咁我呢度呢，整理咗8個方向，係常見人類built in喺你嘅 DNA 度，你有機會係希望做到呢啲嘢，而你嘅理想亦都好可能係呢8個方向之一嘅。咁你睇下聽完會唔會幫到你諗到你嘅理想究竟係乜嘢？第一就係貢獻，你想照顧需要你嘅人，你想貢獻出你嘅一切，做一啲對呢個世界有貢獻嘅事情。第二就係保護，你希望捍衛你認同嘅一啲社群或者思想，或者你嘅理想就係要捍衛一啲嘢，保護一啲嘢。第三亦都係我嘅理想之一，就係教導。你希望將你行過嘅冤枉路，將你所認識嘅知識或者你認為正確嘅事宣傳開去，變成知識傳遞開去，令到其他人唔會再行你行錯咗嘅路。第四就係探索啦，呢樣嘢比較 common， 比較常見，但可能其實你內心唔單止有呢一個理想嘅，就係探索，擁抱未知，體驗下呢個世界，去探索呢個世界。第五呢係征服，唔係話去打仗征服人哋嗰種，而係將一啲困難，克服一啲困難嘅過程。第六係儲蓄或者收集，因為收集嘅癖好呢，真係好有機會係喺你出世嘅時候，你嘅基因已經刻咗落去。人係一種收集儲蓄嘅希望。第七就係創造。你希望創造一啲嘢喺呢個世界。第八呢，就係一種幫助人嘅慾望。當然呢8個方向，你會唔會諗到其實呢8個方向之中有1、2個係你發自內心中意做嘅嘢？而我呢，就本質上我發覺自己其實我中意教人嘢，即係例如頭先我講啦，啲學生嚟實習，
我就好希望話俾佢聽，人需要追求理想嘅，趁後生好追啦，大咗會後悔噶。咁間唔中咧都有啲學生會有俾啲反應嘅，咁佢哋會講啦，即係當然係因為人生存喺呢個世上有好多限制嘅，你絕對首先係要解決食飯交租基礎生活嘅問題。如果你連基礎生活都顧唔到呢，唔好意思啦，就真係理想呢同你毫無關係，就算你有又好，冇都好，你就係生活都已經有困難，又點可能去追求呢樣嘢呢？咁所以如果你嘅出身，你嘅人生係需要為咗生活而付出你大部分嘅時間呢，咁只能夠好可惜咁講，理想，除非你嘅理想就係過一個較好嘅生活啦。如果唔係咁，你恐怕好難去追求到你嘅理想。但係真心想過一個好嘅生活，係好多人嘅理想嚟。嗱，如果你覺得今日呢番話呢係有點醒到你啦，溫暖到你啦，有共鳴嘅話，唔該幫手點讚、訂閱呢個 channel， 同埋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最珍惜、最珍愛，但係返工返到靈魂出竅嘅朋友。咁我哋下次再見。